我来练先，我来拍喙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我是小嘉。阿明，你敢介意食咸的？咸的哦，嘿，so so，袂使食伤咸。哦，袂使食伤咸。嘿，因为若食伤咸，我会规身躯寒安尼。哦，之前啊，捌去食迄个泰国料理啊，泰国料理伊就拢酸的甲咸的嘛吼。去食几落遍，我是真爱食，阿嬷食甲真过瘾。毋过就是迄个寒吼，会直拼出来。我都爱搁摕卫生纸伫遐咧切，哪食哪切。你爱食，搁惊流汗。嘿，迄种感觉就足爽快，你知无？对嘛。嘿，但是讲真正诶，袂使食伤过咸啦，无我嘛真正挡袂掉。对啊，敢若台湾人较无食遐尼济咸的物件吼，咸是有啦，毋过讲若是伤咸就无法度啊。我实在介绍大部分拢有食咸啦，有诶是真爱食咸。嘿，伊诶咸是一般人会几落倍。你是讲我啊？你嘛是啊，你嘛是啊。对啊，我就是最爱食咸嘛去外口食物件啦，是拢无掺迄个咸的酱啊，我拢会感觉讲，无啥好食，所以我食物件一定爱掺番仔酱啊。无掺就是无调味就对啦吼。对。那咧，咱台湾最近发生一件迄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吼。去用检验出来讲咸椒粉啊，还是讲胡椒粉啊，内底有掺迄个苏丹红即个物件啦。我颇颇了解，就是讲，即个苏丹红伊是工业用的一个染料，吼，一个料芯就对啦，吼。伊的用处就是讲，会当互即个物件的即个色水看起来较青少，敢是安尼，较盐安尼啦。对。就是要甲你问讲，你敢会因为安尼就毋敢食咸啊？讲实在，就是一开始就是伫咧外口，还是讲家己处理迄个辣椒酱啊，拢会小可惊。毋过后来就是大家因为拢有看到新闻嘛，迄个店头拢若是有迄款可能会去掺着苏丹红的物件，拢已经拢收起来啊。所以即摆去外口食物件嘛是讲无遐尼烦恼啦。若真正足严的，一定爱食咸的，我就去买切番仔酱转来，家己切家己食就好啊。都无即个烦恼啊。对，所以就是食就是照常食啦，就别讲因为安尼就这毋食迄毋食啊，啥物拢毋食呢，人生实在伤过痛苦啊。嘿，嘛有影呢，因为即个苏丹红的代志，当逼出来时阵吼，就风声讲去影响着青的咸椒啊。就是人照你来讲应该是迄种的，嘿，照讲是袂嘛吼。嘿啊。照讲你寡咸椒粉啊，伊是加工出来物件，甲咱去食迄个整出来迄个圆形的，咱讲圆形啊，圆形的即个咸椒啊是无共的嘛。对。因为这个苏丹红本身伊都是工业用，袂使摕来当做食品的加工嘛。是。咱拄好讲到即个动物药物，我都咧想着讲，顶几年啊吼。咱台湾国内一直咧查一项代志，叫做美国的猪肉要进口。伊当阵就是有讲即个美国的迄个猪肉，因的猪吼拢注即个三肉素。三肉素其实伊就是一个通称啦。即个物件伊就是一个动物的用药，就是有用到即个莱克多巴胺嘛。是。咱台湾因为要进口美国的猪肉。伫咱台湾家己有制定一套有关这个莱克多巴胺的残留的用运量。你对这块是毋是有小可研究啊？颇有去了解啦。其实你若讲到这个三肉素，甲农药是了共意思。
因为三把素是动物的用药，啊，你若讲农药是针对食物，就是食的菜色啦、水果啦、食的作物，嘿。啊，所以咱定伫咧新闻顶悬会看到讲，什么某物菜色，还是讲某物水果，验着讲有农药啦，啊，讲超标，啊，这个超标就是讲超过规定的标准，就叫做超标。啊，还有另外一款呢，叫做不得检出，就是讲袂使检验出来就对啦。这而且嘛要小可甲大家解说讲，什么是超标，啊，什么是袂使检验出来。咱先来讲这个超标，啊，超标我记一个例啦吼，或者讲有一支农药，伊有登记写伫金招，咱的迄个卫生部伊会去制定一个用运量，残留的用运量。或者讲我安尼讲啊这支农药伊写伫金招，伊的用运量是3 ppm。啊，你若检验出来，若超过3 ppm， 迄叫做超标。啊，你若离3 ppm 以下，迄就符合伊诶规定。啊，过来就是不得检出，就是袂使检验到诶。比如讲，某物农药伊无登记伫诶金招，但是有人摕即个农药摕去洗出来，摕去洗，啊洗了，若假使讲去互检验诶人员摕去检验出即支药啊，即个代志会比超标较大条哦。听起来是安尼无毋对，嘿，因为你是用着违规的农药哦。对，袂使用，你煞共用。对。所以咱定新闻伫咧看讲啊，超标甲不得检出嘛，袂使检验出来，即两件代志啦。即个三把素嘛是安尼啦咱的卫生部共款，伊有去制定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这个残留的用运量。啊，讲实在。咱政府咧制定迄个残留的用运量，都是针对莱克多巴胺剂。伊迄个用运量已经算足加啊啦。啊，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讲咱无迄款零检出的物件。因为所有的机器，伊拢有迄个上悬的限度。所以讲，你若做微量的迄款呢，真有可能是机器验无验袂出来哦。所以可能就是一点点啊，真正迄机器拢验袂出来，所以就直接讲零，啥物拢无。伊嘛袂甲你讲零，伊会甲你讲未检出，算讲爱讲互大家了解啊。但是咱新闻定咧报讲，啥物物件有农药安怎？即个美国猪肉有莱克多巴胺安那，其实大家拢毋免去烦恼迄落物件啦。因为新闻咧报啊，大家都会兄嘛。对啊，尤其是迄新闻咧报诶时阵，讲敢若有影有只安尼，敢若足恐怖诶，对啊，所以大家看着都会惊嘛。搁加上讲食品安全，即卖伫咧咱台湾诶社会是真侪人伫咧要伊即件代志。所以只要甲食物有关系诶新闻，大家拢会较斟酌去甲看啦。是。啊，讲到即个食品安全有当时迄假诶信息。佮加上媒体伫咧灌水放送，会造成民众诶小济急诶物件囤伫厝里呢。比如讲，伫咧2018年诶时阵，咱台湾有一个抢卫生纸诶迄个现象，我毋知你有印象无？后来是有查出来啦，都是有一间大卖场因为伊为着迄行销要卖伊诶迄卫生纸是安怎一种行销诶方法啦。啊，都加上媒体伫遐灌水佮放送，都甲讲啊，即卖卫生纸要起价，还是安怎？所以大家都转去卖场啊，还是讲去超商，还是讲所有会当买着卫生纸诶所在去抢去买。就造成讲有诶人可能抢无，都无卫生纸通用诶，这嘛真害。对啊，你包括前一阵仔欠鸡卵嘛是安尼啊。欠鸡卵即项代志佫较害，迄嘛是互查着，都是假诶信息啊。佮加上媒体配合啊，卫生纸就准拄煞，你佫会使囥，你买鸡卵囥伫咧厝里是要创啥？鸡卵是青诶食物呢，3礼拜了啊，对啊，加3礼拜你都会臭酸去啊，所以你囤遐尼济是要创啥？是讲有一寡状况是无法度去避免诶譬如讲2-3年前伫咧武汉肺炎期间，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啦，吼，就是一开始迄喙暗拢买无，所来是酒精，吼，到较后壁就变做卫生纸，佫是卫生纸，卫生纸哪会遐抢纸啊？对，一直到上后壁的阶段就变做快筛剂，对吧？其实即款无法度去避免的状况，大家会去囤货会当理解啦，吼。只是讲咱伫咧囤货的同时嘛，爱想一下，譬如讲酒精甲快筛剂，这袂当囥伤久，吼。我会记得酒精毋知几年，快筛剂搁较短2年尔。我相信大家即马厝里应该伫橱仔内底有少侪快筛剂，囥甲拢伫要过期啊。迄落快筛剂我毋捌用过，迄阵啊，你毋捌用过？毋捌，我会记迄阵迄个疫苗入来时阵吼，政府拢宣传讲叫大家去注，大家所在吼，每一个地政府吼，为着要请大家来注射，所以有会送快筛剂啦，送啥，嘿，我迄阵去注的时阵，嘛有送我一盒，我去注2届拢有诶款，还是安怎要记哩啊？嘿，但是我毋捌用过快筛剂就对啊。因为我毋捌着过剂。安尼算你好运啦，吼。对，迄阵大家拢有迄种观念嘛，就是讲出门喙暗都爱挂条条，转来甲厝诶吼，手啦吼，洗好清气，安尼。其实迄个人诶卫生状况保持较好，嘛会当避免真侪无必要诶病毒啦，吼。譬如讲感冒是讲肠仔诶病毒拢会使避免啦。所以维持个人诶卫生，我感觉这是真好诶代志啊，就是加洗手安尼。对啊。所以吼，咱甲规个综合起来吼，像咱头拄仔讲诶啊。其实咱台湾人家己吼，真爱看到人咧做啥，咱就对咧做啥。你爱对爽，爱对爽，嘿。像即个卫生纸诶代志，嘛是安尼。鸡卵诶代志，嘛是安尼。过来我搁记一个咧，咱农友吼，比如讲即摆菜价咧好吼，真侪人都会想讲甲啦，即摆菜价好，我就随搁种。这敢若是无久以前诶新闻，什么高丽菜。对，因为种菜即个物件，伊诶时间较短。吼，意思是讲水种落甲伊采收，毋要开足长诶时间啦。但是咱诶农业部其实拢有咧发出即个警告，警告咱农友讲毋通搁种啊。你量已经伤济去啊，你若搁种时到，若产量大出，会继续会崩啊。对啊，就是迄阵仔的高丽菜特别俗，我是感觉讲，我准讲逐工食，嘛无法度去计销迄个量啊，迄实在是伤济搁伤俗啊。对啊，所以伫即个菜这个物件有一句俗语叫做菜金菜土，就是安尼啦。菜金菜土就是讲伊诶即个价销诶波动真大。伊诶好价甲歹价当差甲做大减诶。好价时阵袂输敢若金仔啊，若歹价时阵是俗甲袂输敢若土无人爱迄款诶啦。对，就是安尼讲。所以过来咱就爱家己去分辨新闻媒体放上遮诶信息，增加家己诶知识。搁比讲我头前讲诶遐农药诶超标甲袂使检验着诶，即2项是无共诶概念。搁包括莱克多巴胺，咱台湾家己诶知识禁止用即个3把素啊。但是就是讲迄个莱克多巴胺，你爱食甲偌济猪肉囤伫你身躯内面，对你造成影响。你一工嘛无可能食遐济肉啦，无可能嘛，你莫甲我骗。对，毋过政府袂使安尼讲，对无？咱私底下会使安尼讲，政府无法度讲即款话。是无毋对啦，但是变做讲咱家己也有迄个知识嘛。是啊。迄毋是讲你食着一介美国猪，有食着莱克多巴胺，你就会安怎呢？是啊。我记一个有当时你看迄菜市哇，迄菜种了有够水诶，是安怎菜遐水？毋是有掺农药？
有一天我咧食鸡腿的时候，想讲哇，这只鸡腿哪甲我平常时食的无共款，这特别大只。我想讲一定是咧饲鸡仔的过程吼，毋知有甲伊掺啥物特别的饲料，互伊生甲遐大只。对，所以我是感觉讲，即马伫咧遮尔文明的社会啦，有真侪物件，你真正无法度完全去避免。吼，你若是惊去食着掺着啥物物件的食物，无你菜家己种，你猪、鸡、牛家己饲，这敢无法度？无法度啊，对吧？就是讲上无吼，咱个政府替咱防止不良的生理人会掺较侪歹物啊，互咱食了无健康。对。所以讲，咱伫看到新闻的时阵吼，都爱小家己有判断的能力，吼，莫去互新闻媒体去牵咧行。毋是有一句话讲，人牵毋行，鬼牵溜溜行。就是这个道理啊。对。所以嘛是爱甲大家讲，有当时咱做侪方面吼，甭管啥物代志，咱家己若有迄个知识，都免惊讲即马新闻报啥，我都爱来烦恼啥，造成大家伫遐咧惊吓，伫遐等吓，这都毋免啦。咱定伫咧新闻看着讲迄个中国诶无人机搁伫遐咧乱啊，吼，还是讲中国搁拍飞弹啦，吼，这就是一种要制造咱台湾人家己先惊咧等嘛。咱台湾人普遍吼，若有迄种军事诶概念，迄种观念，你看伊咧拍飞弹，看伊无人机伫遐飞，你根本都毋免去烦恼，毋免伤过惊吓啦。对，这就较早李登辉总统捌讲过一句话，讲你管伊中国偌大，搁较大嘛，袂比阮老爸搁较大。有价值，就是安尼来嘛。是，好，毋知大家敢有介意咱今仔日的节目？若是有介意，记得甲阮作文饲内裤，小玲嘛爱甲伊饲落，顺续听阮放上一个哦。安尼，咱后礼拜空中再会，拜拜。拜拜。